咪对酒洞了解啊？应该好吃啦。好兄弟的秘密，好是什么？来讲，爆出来，爆出来。不能还没讲，想不能讲哦。苹果就是摸买禁忌。有啊，白雪公主都不敢选啊。给鸡啊，因为有台湾摸白雪公主。最重要的等一下对，啊，但伟林这部分已经满分了。它长得蛮像兔子的。真的吗？场外啊哈，现在看师傅做菜最阴整的黑曼宁吗？许总烟，有为的爸爸，哇，有一个很多个香桂不能全部叶，讲完哦。这是秘方啊，没有，后面还有秘方啊，还有吗对，还有。玉瑞姐给你还没动摸汗呢，而抢第一架自主要2个月前先跟他讲。不然了，那许多公这样子样的冻死在。对。你懂那俩海布丁头哎，可是你的布丁做的很自然，有人讲布的很自然。我好爱，哎呀，很重口味。你刚刚一直在破费呢。对啊，给拿掉脚都挺欧6罐，你怎么可以有剩呢？我会吃掉哦。不是，人才是。好米西一胎产一胎，好料理，日头接日头。来，准备好嘞。哎呦，好帅！微风沙有啊，有那个到哦。哎，厉害厉害！哎，我学一下学一下来，是这样。哎呦，方哥来一个，方哥来一个。哎呦，咔一声哎。哇，老大家讲哦，唔但讲师傅準備好啦，今日來賓幾多未準備好咧哦。冇唔錯，今日兩組呢，你風吹到南水有幾下度呢，個個都有，包括出嚟啲風吹呢，有本身就係做美食嘅專家。南水啊，到邊呢？哎，沒同樣，很厲害。我跟你講多厲害，世界冠軍來了。對。那是奧斯卡等級的哇大家都對，而且佢今日呢沒有拍來，媽媽 Q 下來。哎，親生的哦。對，好，新來朋友都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的朋友都係安永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房妹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，還有前沙皮嘅阿志哥。聽眾朋友大家好。沒有回眸。係，是誒。馬上來分享到風吹嘅潛水站，呢風吹潛水站呢係來自屏東灣南嘅兩姊妹哦，分享到蕭明志、老偉玲姐分享。大家好，歡迎。很凶哦。哎呀，當從屏東過來呢。哦，姊妹嘅感情當好，等下過來打再顧下。好，沙下都厲害了，水台嘅場上強下都分享一下，佢是苗栗體育館嘅莊有為、林玉瑞。分享世界冠軍呢，謝謝對，thank you。啊，而且算你係強強年，兩年沒有零年，而且77年次嘛。皮膚超好的。 80年，然後來평台。好，我們待會再聊有為的專業。好，先來看一下風水，今日帶嚟乜嘢好料嘅咧？哎呦，黑影茶，哇，也係蠻人做嘅。呀，我這是煮的。小明姐嘿，你當日這個韓國係小弟呀嘅古法傳統嘅好廚藝係冇嘿？包括除了有黑人以外，你是用北杏仁呀南杏仁？男性當基底，北杏是提味，很有父母。嘿，有北杏它是苦性，不會不用太懂，不會苦。對，然後男性它是甜性，按過以磨米西，磨馬克米西，啊那個嘴巴的那個嫩米露係男性誒，對，啊我娘娘係假米。啊，我請問一下，幾個製作過程對於要開始我先摸嘛哈嘿，摸嘅嗰煮，我花幾久嘅時間？差不多1-2點鐘。1-2點鐘，我裝訂對不對？嘿，喺冇辦法減下幾位出好嚟。師傅煮，嘿，啊冇伊會古嘢鋪起來，我裝訂。啊冇煮嘅話，伊跟嫩米這樣出來。哎，內行人呢？對啊，因為我非常愛喝杏仁茶，還有豆味嘛哈。好，有呀。全部讓你帶專一啊！那偉玲呢也非常厲害，我很敬佩他職業，因為佢從佢呢做長照，嘿，咁後來轉換跑道係嗎？嘿，轉換跑道。你喺做呢方面？賣嘅煎包跟煮蝦球。哇，台灣小吃，台灣是哪一種好食哦？對，佢說那你用啥就做的 Q 哈希麥啊？哎呀，杏仁茶、鳳蛋、豬血糕。我啦買冇 Q 咯，冇 Q 蛋啦。你們很適合。要分開賺啊！那我們來看看對面的，來，咱隨今日帶來咪動厲害哦。係哦，係咪？安因這個做嘅摸酒，哇！有冇不用燙哦？過程冇窮量啊，睇下先頭妹
无差不多1年半倒出来将病痛，刚刚用检查都奈，甜度就会18几届。哦，气嘎调整。嘿嘿嘿，我那个习惯因为好酸。比较冻冻呢。我喜欢这种微醺啊。好食酒的人哦，真是了就係好食嘅酒，就是吃它的模样香嘛。係啦，睇天已經好是甜的啦，我咪要做甜的。哎，现在是又體痛嘅嗎？我非常喜歡呢，因為家牛水雞剛剛講到嘅，怎麼了嗎？品酒，因為我自己糖係好來解，我所講也係適合開窗係煮出來嘅梅子水，多加一些糖。哦，然後再加有酒精啦，可是佢就會糖冇按到位吧，唔會按那個。係啦係啦。啊，哎，我今日開窗小解啊，世界冠軍我好好。你好好介紹一下。參加過嘅英國倫敦的奧斯卡，就是走跳那麼的比賽。對，世界第一等髮型師來到這家自主嘞。你第一就不光，敬你一杯照片。你不要勉強哦哈。假裝喝。你等下還有主持哦。那今日做阿妹窮下來做菜，本身啊，平常時除了東北那剪豆之外，木餐會嗎？對。你不做，我也是的啦。好了。哦，皮膚又好，又有手藝，人又好，什麼星座？巨蟹座。哎，那佢窮渣呢？100。巨蟹座就是優秀啊。優秀。哦，等一下大家就窮下來搞，我們一起享樂，好不好？但腸胃那個是爸爸嗎？是。好，準備好沒有？好，然後呢，馬上嚟進行天意館嘅 PK 咯。向前來挑戰，兩關考驗兩嘴對食材嘅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愛動腦筋，還愛比反應，兩片變素養，順來萬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哦，不得不講哦，咱最近非常的用心，處理好本所有來賓，你下不用輕鬆自買哦，你下主持嘅兩屆哦，差不多。我沒有，那是你。哦，來分題嘞。等一下兩組啊，總共答對嘅題數加起來，就代表講，哎，你師傅做的先幾道方式出來做料理哈，不是大家加油咯！好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男水先來。男水先選題目。明顯。我有點昏昏欲睡。Tony 帶水。哎呀，當要客家叫埋 Tony。哦 ，Tony 帶水。乜雞碗奶茶見碗見太條，也地圖我下乜雞呢？嗬，乜雞碗奶茶？A 係牛嘅，B 係腐球嘅，C 係獻公。獻公就係蚯蚓啊。哦。腐球也就是泥鰍。哪家呢？1、2、3，請作答。哎，女青年 C。為什麼會選蚯蚓呢？蚯蚓咩？可能。你讓你提示一下，提示題嘛。因為哦，因為它的方向係講啲大內圍，它住的地方，所以有一隻先紅走的線路去散開。你先刪掉哪一個 ？A。嘿啊，係 A 刪掉。牛啊，沒會溫奶茶哦。嘿啊。所以這就是陸同起，但博謙剛剛講了沒？他其實3個都會溫奶茶，只是地點這裡看不出來，所以你就照你直覺。個台挑沒加重點。好，3、2、1，向前走。B 有嘅啦。B 又改了哈，有為支持媽媽嗎？支持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恭喜，就係 B。因為腐球啊，嘅鮮紅蛋糕會有這個粘液啊，所以代表講啊，佢經驗奶茶嘅身體哦，就會經驗緊態，所以係講埋咧，事情哦緊來緊唔好處理啦，你有機會就會腐球啊換奶茶，緊本緊態跳。沒錯。好，我們最想的選哪一題嘞？想念你的味道。馬該冇錯。那個是辛曉琪的嘛？哈。杏仁味，男性的味道。厲害咯！咱嘅加水煮滾嚟個後，做得當有好嘅廚體，鐵鍋蛋糕嘅味道。A 係牙膏，B 係小蘇打粉，C 係羊。C。豆腐卡會射木㗎嗎？會。用鹽啊？哦，好哦，實戰經驗。哦，偉玲在嗎？在。在。你也覺得是鹽嗎？還是家裡鍋子都是姐姐洗？
没有锅子哦，加盐会不会比较入味？加一个去除上的异味。如果说铁锈的话，我们是会选 B 呀。啊，跟洗衣服一样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苏打粉它的话加热水会除锈，对，除锈还是除味？除臭味。除臭味也可以。好，3、2、1，最后的答案是 B。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，嘿，恭喜就系 B。哟，你们都要相信自己的第二选择哈。哦。木哥哦，加水啊，还有小苏打粉哦，冲下去煮到滚哦，木哥会喷出一种霉，还有色哦，所以看到嘅霉哦，还有色出来以後就代表講哦，木哥就冇嗰種怪怪霉頭咧，所以洗鍋子就得加掉小蘇打粉啊。蓝队上线那題，很久冇見到你。好，來，後招，唔可以照啦，唔可以照啦。回天。下邊呢種酒嘅熱量最高，A 係一個韓國嘅燒酒，B 係伏特加，C 係五味麥酒。有答案了。好，馬介 B 巴卡做馬介。因為佢嘅濃度最高，哎呦，你係咪對酒懂了解啊？因為應該好食啦。你那場巨蟹座，你那有個嫌棄，我不是因為他愛剪頭髮哦，哦，所以因為嘅酒精嘅濃度。嘿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恭喜就係 B，非常厲害。有我有繼續講到重點哦，其實這一題呢，就是用它的酒精濃度來去看哦。那這個 vodka 基本上呢，酒精濃度要到40度到50度以上啊。那韓國燒酒差不多係20度左右，那黑啤酒呢，差不多10度以下。所以100公克來計算的話，伏特加的熱量差不多有231大卡，非常的高哦。我以為五麥酒咩液態麵包啊，那都幾最高誒。沒有，電都係清代誒。好啦，給你們藍隊1分，很厲害。目前2組都全對哦。嘿啊，那風吹，他們是不是有點不可理喻？有點在想，不要，我要突然爆。不可理喻哈。來看一下哦。客家嘅諺語講到哦，一個識上無嘅係講乜嘅 ？A 係獨當麻煩 ，B 係自討苦吃，B 係勇敢向前。B。哎呦，做乜嘅？蘋果就是冇買禁忌。我白雪公主都唔敢選啦。你會記啊，因為台灣冇白雪公主。最重要的得跟家。對。但偉林這部分已經滿分了。他你長得蠻像兔子。真的嗎？做乜嘅？是上無啊，上嘅無會浮係嗎？我呀，錯。無會為上嘅無會為呀。對。B。咁我記係因為苦，係因為浮長為牙係。上。這是基本常識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哎呀，其實你阿記完全係客家歇後語係講哦，是上嘅無二動牙蓋，嘛意思咧，就是上嘅無二，它會讓喉嚨啊後兩道哦，非常嘅冇訴訟啊，所以用手愛用緊牙哈，譬如講嘛係講哦，拄到麻煩嘅事情咧，嘿，所以意思是拄到麻煩。好，咁啊，好多句好。來，藍水要先哪一題咧？昏昏欲睡，嘿，跟我的感覺，我是你好。十足啲。好，等一下藍水呢要2個人開出以下組代表，限時到1分鐘當中，然後班級嘅包數就在搏下來呀嘅包數啲，按用出上高關呢。好，呢一關呢看起來當中簡單，但是其實前面真嘅以挑戰者來說的話，是不是有點困難？你還記得有印象嗎？好彩㗎，冇雪照。真的。哎，因為偷白嘅內邊哦，到牙冠哦，常常會止步不前。哎呀，我切啦！但是有可能你係提起改真成功。嘅識上武誒。係啊。好，咁唔過應該玉瑞姐平常動作做靚啲啦。又來又走。好，有信心嗬。準備好了哦。嗯。 3、2、1，請開始。大家好。
生意哦。生意哦，安全体贴的哦。哎，基本上你知道为什么不派有为吗？因为他的手很重要。没办法了，切不断，哎呦，切不断理还乱哦。直切不断啊。直的，立起来。哦，哎，还用把就好夹。有为完全没有跟妈妈，我可以帮忙吗？谢谢。你可以加油。加油！等一下哈，我们最后面的时间，我老给蛋狗会检查清楚哦。哎，错。因为里面上面不能够有半粒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不强强啊。微小板件爱强强。给你卷牙渣强强。哦，好。对。还有。好，先切。加油。有。后来居上。全部都好了。你喺下看报胸毛发的真凶吗？哎，没。整冲。都算了，加速。最后检查一下哦。你要检查哦。7、3、2、1，剪刀。好。那给队长你自己看。来，你看就讲来毛发。现在已经看到了啊。最小板件嘛。半根的，不是，它这本来就半根的薄切。你要选板件吗？不是，加班进就有板件哦。你要看蛋糕含有包什么？含有吗？你还冇看到啦。好啦，公蟹菜，它还就爆修粒吧，爆修米啊。我强嘿。最主要黑兔的，可是这个是怎么办？我去帮你们问师傅好了，因为呀哈，它是剩下什么包秀皮而已，它的粒已经没了。对啊，走对啦。好，那我再用场外一致掌声通过。得分。越大家越团越差哦。蓝水又得到分数，哎呦，风吹加油掉嘞。风吹加油喽！要暴富了啦！我是说那种报仇的暴富哦。係冇，也係其他地動山藥。好，來。看一下。白山哦，嘅蛋糕嘅黏液成分係乜嘅呢 ？A 係黏蛋白 ，B 係果膠 ，C 係膠原蛋白。快散凍肌肉，咁個凍小黏地跟黏黏嘅多大碼東西？黏蛋白。A。好。偉玲有想法嗎？沒有想法。因為膠原蛋白比較厲害，膠原蛋白不可能。果膠也不可能，所以用刪去法。對，用刪去法。所以我覺得 A 比較有可能。好，來看下正確嘅答案。嘿，恭喜小黑，厲害！考試型選手啦。其實大家切開咧快散嘅時節，看到黏黏嘅東西哦，它的這個黏液係買東西呢，就是黏蛋白。給買就是用澱粉還有蛋白質助先提落來這個黏蛋白咧，其實佢係快散的動態嘅體色之一咯。金不蛋強哦，它是促進膠原蛋白的形成哦。咁我基本上摸膠原蛋白是促進形成，它就對部分嘅胃壁啊，還有改善消化，還有改善食慾咧都有情況。所以胃腸下唔好嘅人哦，建議大家做多多食快散，就都有改善哦。好，黏蛋白好吃的。那好了，藍翠想要選哪一題？好兄弟的秘密，好是什麼？來講，爆出來。不能講，不能講。這個青葉班普渡的時節，做得擺哪種水果？A 係葡萄 ，B 黃梨 ，C 係菱果。做得係冇？係做得擺哪個水果？做得擺哪種水果？哦，C。好。菱果做乜嘅？普通。你看見都愛用白啊，哈。應該係講蘋果。就是摸買禁忌，嘿，所以有白雪公主都唔敢選啦。跟你提啊，因為台灣摸白雪公主。哦，有為要看過嘅大字報吼，來看下正確嘅答案。嘿，恭喜小黑 C， 厲害！啲菱果吼，除了吼摸買禁忌之外，就係菱果，蘋果就係象徵一種平平安安嘅寓意啦。那旺利咧雖然有啲旺來嘅好意頭，我旺來，咪就照來好兄弟嘅意思。啊，葡萄做乜嘅蒙煙拿來擺呢？因為葡萄一串哦，嚟象徵乜嘅好兄弟記得嚟熱沙，咁樣接定來啊。
所以百令狗会下好，就祝大家平平安安。蓝队现在是全队哦，嘿呦，非常厉害哦。好风吹，这波迷讽刺现在只有点突然报复，来来， 10一批，定要赢哦，我们差太多分的哈。等下讽刺呢派出1、3年，限时到1分钟当中，做得完成也嘅3隻小兔子嘅頭麥豆就算過關呢。好，要切呀嘅頭麥豆突圍呢，其實唔會當難，啊，我都切的時間，不切呀秀本下可以。最末的新品就上头安用天啦，就是最重要的等冰虾。对，但伟林这部分已经满分了。它你长得蛮像兔子的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小兔子的眼睛可爱的啦啊。，可爱的。好，等一下哈，安全体贴的哦，安全第一。好，准备好吗？先让他拿着好不好？你先拿着你要的东西。你说拿这个来。不行。好，可以送我。 3、2、1，赶快洗。对，再一次，很会做效果的。计时开始。哎我先跟你说，时间很重要啊，我们来差2下线前分哦。平平来，大家来走一个。很好。对，耳朵其实不简单，因为你就切的是切那皮，第2刀的时候真的比较难。好，所以你剩下来的兔子等下切另外一面，因为歹皮好不好切的。好，可以，现在很稳，但是你不要。插落去。好，好可以下一个走你家，时间快没了，你要加油。好，好，快很准，不要犹豫。哎，你做的是土鹅哦，没做龟鹅啊，这手就蛮多用的。他真的喝醉了。哎，剩几秒狗贴的啊？加油加油，可以再一只。好嘴木一扎，嘴木一扎，加油加油。最后一只就算伟林一只。哦，走的，应该会走的。好，哦，可以很好，插上去就好。放上来，过关。好，用力，非常厉害，不是检查啦，因为真正上头动这样。而且它几乎是等比例哦。嘿啊，而且时间做到嘟嘟哦。好，恭喜！恭喜你突然暴富。好，哇，两嘴都懂厉害耶！总共得到的7分哦，而且碰牌的3分，蓝嘴4分，恭喜！师傅，好的3,000千幺，好3千幺，呀干辣椒，呀糯米椒，呀米雪糕，黏的哦，它就3行，其他可以选摆盘。它就2行，好你，要不要兔子的？选兔子啦。挑成機切到冇打爽啊！好，馬上攞啲啊，3秒，好，搶到你啦！嘿，錯。好，看下師傅到底點樣先切紅色炒咗邊幾道紅菜呢？馬上來看哦。師傅上菜了。好，今天師傅呢切到哎，切紅色菜只差一樣沒有選到而已。擀面來邊的，哎呦，菜名老大家講一下。菜名係辣炒五花豬，哎，是韓式的嗎？呢是上街3不一樣嘅做法，可以做變化嘅。好哦，因為煮到調到實在嘅啦，很少會有切到嘅啦，我切較多，係啦，吼，咁都要你先那個切到哦，一圈像兩刀，吼，兩刀。啊，你就切好誒，給而小白兔，我等下攞去擺盤，擺盤未做，等下去切未做。我們偉林算是很會做哦。啊，你五花肉啊，我都攞切到太質。師傅，你要給辣炒係真銀來的嗎？乾辣椒。宮保嗎？類似像宮保與上3杯那樣嘅做法。講實在哦，你哋下提翁雅學時間，你就看到，他們現在有一種3杯啊，就是很爆固標配哦，很爆固，然後豬血糕，還有米蔥。米腸。三杯嘛，對，就是用3杯炒滷味嘛。差不多。好，你要調油，先滷一下，放去滷一下，放去比較有個顏色。哦，秘訣都給好。我假使現場要變通會下好。變嚟做得啦，杏鮑菇啦，麻煩你嚇，切滾刀，哦，要做個。其實解下就熱氣啊，講清嘅辦嘅時間擺埋下好，但係要講解體更難。轉移嘅很多嘅香味不能全部講完哦。這是秘方啊！沒有，後面還有秘方。還有嗎？還有。玉瑞姐，你哋還沒動摸下呢，我搶啲咯，一架自主要2個月前先跟他講。不然。
一般现在都是拜零食比较多吧？哦，对，泡面啊，这就是符合谐音梗嘛，啊，平安嘛，平平安安。米雪糕，那点解没有用泡呀？哦，其实米血糕的做法一难，对不对？我看网络上有些做法，它是真的要买血回来耶。其他豆腐卡做 DIY 做，啱是做过啊，对啊。該製出嘅可以用那個米、糯米，還有那個海苔醬，然後不給用整個方式來做，它叫做智慧糕。哦，雪梨會凍聰明。嘿，然後番茄這邊夾一下哦。套出茄紅素。而家等下攞幾擺盤好。這個茄紅素出來。放過重音哦，走四幅啊，好用的那種小番茄芽，還有牛番茄。牛番茄。哦。該比較多汁啦。而家咪做咧共用嘅 tomato 醬嚟做嘅 tomato 醬。因為可能因我會做散步一下小因用番茄。係啊，是我想要說，知道咧是講攞去改變講從貢婆啊從散步一樣。貢婆。誒，今日做咧不用蒜頭啦，蒜的。好，呀。買個粉。又係地瓜粉。哦，你要泡啊？落去泡。而家等下米雪糕沒有落去泡吼。那我好奇，像那種韓式炸雞給泡那個，外面會有那種酥酥一層一層嘅麻粉。地瓜粉。還有地瓜粉是酥酥的，全因酥酥酥的。它就有一種像魚鱗片那種一層一層的。它有那該種的時候麵粉落去泡，不變成魚鱗片，然後加進來是變到按用的。所以它只有加麵粉泡，聽聽哦。麵粉泡。哦，那金黃色會嗎？年年。金黃色就是它有加一些蛋白或那個酥炸粉，金色氣勢的酥炸粉。講來講去都冇強用粉。對啊，都對。但是就是神農氏嘗百草，台家豆腐卡幾個奇怪，因為每個人供應好起來粉冇強的。對。那韓式炸雞真嘅好好食咯。係哦，有些粉該嚼，哎呦，真的。粉該粉。氣死的。你看，直接有啊，乾辣椒。炒啊。用去炒啊。哎，結果加一點水。場外啊，哈，現在看師傅做菜最認真的黑馬年其中間有為的爸爸，你看有為爸爸是看最認真的。動年見哦。對啊。可能豆腐卡佢下水為主就啲。那拜山的黏液係乜嘢？拜山係黏液嘛？啊，山藥的黏液啊。黏液蛋白。厲害又免見。那馬嘅東西混奶沙，會混緊好了，問過了，那個任務完成了。泥鳅，你辛苦了，那部分已經結束了。完蛋了啦，博謙真的很醉。有種快樂的。他真的很醉，他已經不知道講什麼了。你等下做的洗腦豆是會解醉的哦。哦，這不是蹦韭菜嗎？哇！你要吃嗎？哦喲！你全部看到嘅擺盤的係乜㗎？土味啊叫嘅。老廚。辣椒味。好，待會來問下佢啊。辣炒五花豬。阿娘去後勢咯。給師傅一個掌聲！哇，厲害！日本所有都會被人家裝上7題啊，真的很厲害。辣炒五花豬來試試看呐。謝謝。哇！啊，當然我寫了五花豬啊。做得好，是糯米燒。哦。魔鬼我先過分，差就來。係啊。都香啊！它會粘到。對，它才8副那個醬。我覺得真的要配酒啊。哪種？其實它的美酒可以，因為你的沒有很甜。你剛開始都會變。變對，加一點冰塊。偉玲姐，好吃，我覺得它醬汁扒的整個剛剛好。
唔會滾硬啊。哦，所以該地陪都會食出來，咩講清楚愛用鹽。但這種就馬該是煸發一下。对，黑公你要有時間的話，其實也不一定要用炸的。我們是用煎的，你們用做的天天的煎，沒做的安呢？然後凍都用個氣炸鍋啦。對，氣炸鍋。嗯，好，睇起來小小品嘗一下過後，唔過最尾面還要看一下，今日睇起來帶來嘅素味吼。好，故時 Andy 就馬上來進行最尾面一館嘅挑戰。做下練功夫，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。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路菜。上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會前面咯。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來到最尾面一關呢，兩下頭前呢只有整差到1分天天。用吉咯，都係用吉晒，先嚟問一下，你鳳翠嘅兩姊妹，今日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荷包豆炒板的。女僕嘅板條當有名誒，米奴嘅板條咩當有名？有很多面趴板係嘛？嗯。那這一次我看哦，你哋嘅食材還有魚丸嗎？魚丸，小魚丸。魚丸。哎，炒板條怎麼解不加魚丸啊？就是有點像輕冰箱料理，佢唔加醫生嘛嘅，唔都冇嘛嘅。你睇變相按澎湃哦，總勝利嘛。啊，唔過夾喺最厲害係辣椒醬啊。有。辣椒醬，你係乜嘅辣椒醬？麻辣拌醬。麻辣拌醬。係我哋用中藥炸油。炸上來，後邊能炸嘅辣椒粉。嗰炸辣椒粉。係後邊還愛炸蔥油、蒜頭油、蔥油。哇，極香的嘞！你講到搶到嘅辣椒醬就已經見吞口冷水嘅。好，嗱睇下講一下，最尾面一關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接下來看一下冷水帶來買嘅好料菜名按度。黃金豆腐。哎呦，黃金豆腐你要出菜哦，昨天睇下小改，它特別之處係哪一家？做法上都簡單。那個，安英有一家故事。哎呦，其實我和娘家手沖凍會做菜啊。第三集嘅時候，禮拜天晚上是聚餐，但是是煮幾種菜嘅，但係我手教我咋做誒。比如說炸東西，你東西不可能炸，哦，那聚餐是東西嘛是炸。人家係騙子講，他用咩是炸豆腐的，用豆皮、包皮來炸。好，要聽我標記來哦。做得。好，準備就關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謝謝。兩區都已經準備好曬，馬上來倒算。3、2、1，搶開始。走得走嘍。好，來看一看你的超厲害的辣醬、辣拌醬，要切皮看一下。可以啊。你加糖啊，用講之長講麻煩，我發幾久嘅時間？3日。哎呦。做一個辣椒3天3夜。香。中藥啦，啊還有嘅蔥嘅啦，香菜啦。有賣冇？之前有想愛買，後尾冇買，因為太麻煩。太麻煩跟地陪有炒果嘅冇？乜個東西？炒果。炒果冇講炒果，葱、豆蔻、空白子，嘅葉嘅係很多嘛，月桂葉，啊還有肉那個肉桂皮，桂皮，嘿桂皮，啊還有那個花椒粒，花椒粒，啊還有一個很多嘅香桂葉。不能全部講完哦。這是秘方啊！沒有，後面還有秘方。還有嗎？還有。你要掉地裡啊，唔過佢有比例啊。係啦，客氣錢。但娘不砍，有冇全部按會做出來？興趣。妹妹唔會做菜？啊，有按會做嘅姐姐妹妹唔是做嘅啊。可能佢老闆是老闆過多啦。因為自家都卡因為炒飯，會煮菜。爸爸媽媽一定懂會煮哈。雖然講義工係有一些清冰箱概念，唔過也嘅5年有乜嘅特別嘅素菜嘛？其實我唔好食按想，因為一般嚟講，我哋嘅炒煮有能有炒番茄醬嘅，一定都不用用嘅，不用用嘅話，還少少食清香，人係食會清香。你看唔夾意思嘛嘅，你都不用嘛嘅安尼。可是因為偉玲啊，剛剛有食到 Andy 師傅做嘅有豬血糕，豬血糕，你喺早上就會做牙嘅呢？牙嘅豬血糕有嘛冇用冇？
我妈跟某可能在煮雪糕吼，手工的，去加州诶，没是买的咩？有一个阿伯，一点这个用手工做的，真劲哦。嘿，俺都落个，会不会用姜啊？会不会花生粉？啊，香菜。演习耶，嘿，演习耶。哦，刚才你等下给我倒上来哈，好先不要的处理害，加油哦。好，来，全世界第1名的冠军发型师，该手一定很巧，所以打蛋的部分很走对啦。不是说爸爸妈妈讲我全部不能剪吗？对啊，一天啊。但这样因为古天出来通了他剪。好好哦。不过你也冲死是冲死俩凤年的嘿吗？冇诶，你是半路出家的，算嘿，应该会学画画一面。画哪一种？艺术家，他就是天生艺术家。画哪一种的？大概就会吧。那肯定有办法。哎，拉得太低。这个确实蛮特别。对啊。你讲豆腐直接落去爆斗地摆啊？哎，爆演习耶，炸下去一定很好吃。都香，超爱演习耶。你俩系肉布也系鱼松、牛腹，牛福，然后配这个美乃滋完美。嘿，你像那个花生卷冰淇淋，还有。哦，对，又穷啊。嗯，那怎么跟它收口呢？大家有蛋液，哦，嘿，刚才走的有个威化子，威化子。这个直接就可以，染去了。哎，本身哦，玉瑞姐伊俩还没动摸汗呢，而抢第了一架自主，要2个月前先跟她讲。无啦，咱做民宿啦，唔讲喺台底迄做预约，假日走进去。我是觉得他的发型很好看，你可以。那许多公跟验这验都动词在。对。你讲嘅俩系布丁头诶。可是你的布丁布的很自然。有人布的很自然，布的很自然。哎，很好看。会造型长好款，摸造型的时间应该走就秒秒的。好，那我们等下给我都上来啊。OK，先爆火都哟。好。哦，个向起就又拉嘞。啊，改完系嘛改？一个麻酱加水，它只是提味。啊，有个水个坚果类有过敏的，都可以补空，没有怕。麻酱没几个做诶。没啦，市面上全年我买都有，缝片。可是伟玲，你做嘛给用是不想要对长照转职，拄到嘛事情呢？拄到我嘅摸嘢，我太早嘅摸嘢嘅时间住院，还有杯我哋我太摸嘢都係过敏都冇法度出院，其实有嘅时代会不会医生都冇法度诶？好爱，很重口味。你刚刚一直在破费呢。对啊。跟辣椒酒都挺欧的。6罐，你怎么可以有剩呢？我会吃掉哦。有人才是。检查没检查唔出来嘛嘅，啊，嘅时间爱煮沙煮到已经18000，哇18000人元嘅沙，爱过感谢我哋这，基本有140几，安尼，我哋我后边我咱转换道路。140几还有可以吐生意啦，因为有人做长照哦，冇法吐啦，因为时间冻冲的，时间要过冲。跟下妹妹有好吗？有好誒，而家有夠好嘅，而家有夠好嘅，係，而家有夠好嘅。因為我頭班我睇精神科上班，因為跟醫生其實很熱心，就是拜託說，可不可以弄一個小朋友香腸出來？就說姐姐酸牙歸你哦，嘿，酸牙歸你。哎，其實水煎包做的只有冷凍包呢。可以啦，只是說他們就是他們的特色，就是他們的拌醬，就用古早味安尼蒜頭啦、啊蔥嘅啦、辣椒醬安尼，用古早味啊，還有邊個人有想講創新口味，就是說哦，你煎包可以用成章魚燒口味的，哦喲，好吃，支持一下，好，謝謝，加油嘍，差不多好累哦。哇，这边在做手工艺呢。哎，发现哦，你弄好这样的时间店的你妈哦，哈哪会呢？她是有追求完美的这种，她有点偏心呐，她有一些强迫症。妈妈是处女座吗？不是天蝎。哦哟，最聪明的星座。就是你另外一只手就是干的还干的，它这样就不会在那。其實我媽媽要教我啦，不過唔記得了。你係 vodka
水后上的哦，唔係嘅。還有我有一隻哥哥，我冇卡我水蛇，不過我還有當到堂弟堂妹啊，哦，全部帶強下，真勁哦，留檔留下啦，留下，從細強下。太好了吧！啊，記得你下剪頭那麼就是輕一點，有一些咧未清嘅，有一些天然嘅。我覺得比較在意的是給它炸工，因為最不會有，然後油飆出了。嘿嘿嘿，你們待會會回炸嗎？沒有，唔是，好，唔是嘿，安英是凍香的，你想去切開來看冇？好啊，我咧做直接切一隻，做得切嚟炸看下。好啊。有該上面炒的，誒，笨鏡會看下，哇，這很像虎皮耶！有啦。果然是學美學的。哎，包括對面都讓你轉上，衝上嘅奇怪，我們是在比賽哦，有啲比賽呢。好，我們先去倒數嘍。 OK，天草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剪刀，馬上出來試試看那最背面一關，乃木卡米西卡站到嘍。來，本期來個重賞。耶！這一集我好愛哦，嘿啊很重口味。你剛剛一直在破費呢，係啊，跟辣椒醬都挺好的。 6罐，哎呦，還沒吃哦。先聞一下。吃這個呢，它的辣拌醬非常香，唔可以講特別辣，剛剛好。你們那個番茄醬是番茄糊是嗎？就是傳統的番茄醬。就做到安用嘅。啊，可能因為一開始就煸出了一個豬油。嘿，豬肉唔煸走了，那麼香。嗯，對，適度。呢兩個感覺辣。干，凍香凍好些。咁這樣嘅辣椒醬，平常係食較辣，也係講食較香嘅呢。是好辣的。較上辣椒嘅嗰種片呢，有味，你知道用吧？那時候當從 Hivoka 食嘅東西，那時候又轉 Hivoka 感覺。韓國記得地步就參魚丸呢，來去到講凍梨花，因為它的口感層次是會凍豐富，因為蛋腸是又炒板挑挺挺。它的辣拌醬加什麼都好吃。好，沙下都大家強下都傳錢都是黃金了。好，哇，你留辣椒醬很聰明呢。真的。你要沾哈。咩講半兩咩？你很聰明哎。哇，原味就懂後生哎。這個組合真正咯，唔是又應該用過誒。好好食，好好吃。那我不會講串湯冇沒冇愛用好食，還有啦。這個老辣椒醬各位觀眾很好吃啊，真的好吃，他們的真的好吃，夠香，加個香菜嘅提味，但是他們的用腐皮卷黑金味，我覺得比較清爽，合泡。炸起來有香氣，而且是一層一層的啦，因為跟煎起來嘛，比較像那個金磚啊，比較厚主題的。兩組都太厲害了，你怎麼可以有剩呢？我會吃掉哦。我們才是。好，兩個吃到來拼嘎一下，幫自己拉票一下。我球爹好好吃。你們還用搞哦？你最比賽啊！我現在還在醉。對，醉。哎，玉瑞姐，請先讓人家阿叔講一下旋風。哦。那時候當禮拜就做福星嚟出來。哦，好哦，感情都好啊，都難得的。係啊，不過有一件事情發生了哦，就你按用走出了以後，全台灣的觀眾朋友會學專題。第一個學的就是威力，會穿插怎麼用嘞？每天不能是分享啊。對啊，他哦，與你分享的快樂怎麼樣？勝過獨自擁有。That's right。好，打電話咧就看下師傅運用乜嘢劇情最尾先知了。大飽口福過後呢，最尾要來看下到底神情係用版呢？來，各位師傅，風吹搶盤回數。哦，滿分，真是快睇咧。好，好，非常緊張啊！包括我讀準呢，要到嘴咧嗬。你看下最尾，咱嘴得到幾多分？你滿分，贏了！料理嘅部分呢，太起家都可以第一名。料理嘅部分用主動厲害，師傅先講。好，其實風體那片做的
一个让他有点经验的想法是讲哦，去加tomato酱，然后加胡麻酱落去，是到甜甜的哈，啊旁边有耍心机哦，就有饼干麻辣酱，啊是到综合起来是很好吃的，好吃，是正常的问题了。啊，两片只讲，本期是创意，一个动有创意，因为记了讲，含那铺的时间的掌控，是都没有动有创意，行吗？好，来看看阿吉师傅。好，凤飞条片呢，你在层次上搭配呢，我就有吃到那种酸甜的味道。其实按有 C K 的人呢，不会讲说啊，其实都会腻。我觉得那个层次搭配非常的好啊，因为老师的跟辣椒啊，乃是都它层次啊有香，后转那个味道出来呢，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道料理哈。啊，蓝推条片呢，哇，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创意该展现你啊。那个石头呢中有层次，有脆，有圆，有香。哦，那个香菜的味道在最后面又转出来，所以我觉得董后生阿姆哥呢，哈拜州呢都得捞一点起司条，妈妈做得蛮懂。哦，没做得 Ken C 啊，用的小朋友懂好些，好，还有好心梦。六个师傅其实呢，两组都会做料理的时节咯，师傅每当应程都会谈各位的故事，压一道呢，每要分享嘅料理，更加有情感，更加加分，两组都表现到一等赞，马上来颁奖喽！真嘅係哦，10分嘅好，10分嘅好，連兩組都同佔到1等1嘅。先來公布成績，鳳翠呢得到9分，藍翠滿分，總共10分。大滿貫，十全十美，恭喜他，藍翠得到係3天扣嘅加台嘅。哇，滿分哦！那一季呢，翠天到9分10分呢，真的說沒有幾組。哎呀，高手過招。而另呢，鳳翠咩當厲害，天一秒得到嘅係意大利。百合白積木收納鐵鍋3鍋5件組。哎呦，都唔一樣誒！呢個這個位呢，就顯得皮用羊膜嘅煮菜。但南拜呢，當有人做煮本身。哎，賭好3家먹個啊，3家雞膜呀。啊，沒有，他給他女兒訓練女兒啊，他女兒也要煮給他吃啊。哇，全世界第一個髮型設計師，今年料理就係冠軍王。雙冠王，很派誰？基本其實都歡喜做的來參加倆節目，主要就是讓俺媽媽看下，那次都係一家很溫馨的一個過程。那最重要係看到師傅撈那最好的主持人，哇，還用講，嘿，所以那次都很值得。哇，高姐吧，來，玉瑞姐，今年哦，帶大家看下實水。有些好選，有什麼樣的目的？拿冠軍。哎呀，我今年目的老有為強下。嘿，其實我有鏡頭恐懼啦哈，所以從來來講我才都驚啦哈。但是我想按羅瑞哈，起白美美做得的，體白上天師。哎，更正，莫按羅，哦，公票上。行冇。所以佢從來看上來，哎呀，當歡喜啊。韓國動優秀咪動優好，好啊！最尾諗一下媽媽，調試一下。哇！用力！哇！可唔可以係你小明之後睇下分享一下了解參加嘅心得？感謝大家，感謝主持人。我哋有一個機會多兩次嘛，因為平常時攏睇緊而無限，係拜六禮拜又要做生理。送賣出來，他們10年前。哇！真係都生意嚟嘅係那一些人，我聽嘢來團也最細冇嘅，然後那一些人嘅出來了。阿娘冇家人，叫咩要聽人來冇？冇，佢就吹夠嘅。吹了，因為我哋生意嚟太多，23咩？哇！全部都要送來啊！呢係要行好要都好嘅觸感咩？係啊，這樣真的很好。安子生，為您呢老太家分享一下了解參加嘅心得。參加是得啦，日本咩真是過感謝客家天師裁判人也嘅機會送天師啊，啊咩提拜，啊咩可以看下即隻呢，叫我一家人出來了安尼，啊本身因呢帶生因呢出來撈啊行啊，有好多安和式的料理，有好多安和式的料理。下禮拜有過來嗎？咩可以啊？做得啦，可以啦，準備料啊，
承蒙大家今日来到你节目当中，其实呢，就像刚头前讲到的哦，做了你一件事情，係講你願意多講一些咧，然後你背後嘅故事呢，啊，大家分享嘅時間，你出出嘅文圖呢就會夠增加咯。係啊，大家要發現過吼，豆腐卡後真嘅係最好嘅港灣啦，所以歡迎所有嘅人，大家福卡人強下出來了，強下來參加一家之主。一家之主等你強下來報名，強下來打鬥士，下禮拜再見。長了了，拜拜。